来讲看伊亚加新的一个一项，台湾甲日本的人权团体发布一份报告，点出台湾远洋渔业有人权风险，头家欠渔港薪水福利无够完善，是呼吁政府爱提出保障渔港的人权政策。做伙伫调查报告翕相，向世人指控台湾的远洋渔业所掠到的双仔鱼销去日本市场的无透明供应链，其中也有人权风险。这份经过2年的调查报告，是台湾甲日本的人权团体合作进行，其中和台湾请用的远洋渔港指控，头家甲因的护照扣掉的，也个欠因薪水超过半年。Di Samoa saya gak bisa pegang paspor. Semua ABK sama, dokumen-dokumen kami semua dipegang oleh kapten atau majikan. 受害渔港再讲因拄到的情形，希望台湾甲日本政府了解因的痛苦。政府同士ももちろんですけれども、企業同士、あるいは私たち市民がですね、労働者、消費者として協力し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人权团体呼吁废除相关评估制，将境外请的远洋渔港也纳入国内劳动法令保护，也若欠薪水的问题，爱建立问责制度。是要保障渔工，在加入工会、组织工会也不会被报复。那企业端其实就是多项的评估，包括人权风险的评估，包括供应商的评估，包括对于移工人权的评估。对此，农业部渔业署有告，以后远洋渔业业者将依照风险的等级提拨工资定向准备金到专户，若是无参加，就无法度再摕到作业许可。按算自明年开始全面实施。记者综合报道。